大家好，我是小刘。小刘出生到今天整整18个月了，要带他去体检了。当初是早产1个月啊，看看经过这1年半的努力，有没有追上其他小宝宝。弟弟，你在看书啊？大家看看他这个发型是我剪的，很失败，所以今天要去理发店重新帮你剃一剃。闭着哪里的一只碗，没有金刚钻不能揽瓷器活。刘宇恒，出门。关了。上次来这里已经是半年前了，一眨眼会走路了。现在生孩子的人是少了，都没有排队的。真棒，真棒，哇，这么棒的宝宝啊！现在嘴里有10颗牙齿了，还有几个在冒尖尖。都查好了，指标是中下，但是我们也并不担心，因为不是说这次中下，是从他第1次体检到现在7、8次了吧，一直都是中下。所以这个早产1个月啊，没有在妈妈肚子里，还是影响非常大的。就是说在身高、体重还有嘴里长牙齿这方面，肯定是比正常的小孩要少一点，数值低一点。就是这个指标可能要到3岁之后才能慢慢拉平。妈妈签下你的名字。我自己也怕这个，更不敢看儿子打。完了！今天打了2针疫苗，现在在里面哭呢。正好留观半小时，我楼下剪了个发。剪头发了，弟弟。我知道他害怕的，小孩子都怕这个。这个屁股白嫩。师傅，你看时间过得很快，今天他1岁半。今天1岁半了。对，我小时候1岁半也是你这里剃的，你还是这么年轻啊！差不多。哭。记得他是假哭，他眼泪都没有。他剃的比以前乖得多了，我看。师傅，你有没有看到他这个头上的发型很奇怪？这个一看我们看得出来的。这个我自己在家帮他剪的。你这个瞎剪，他这个头型你怎么剪得了？小朋友的头比大人的头都难懂。你还记得他第一次来剪的时候，又是蹦又是跳啊！你现在呢？揽月阁旁边的那个配套商业好像要26年底才能造好，所以现在带小孩剃头，平时买菜啊什么的，还是要跑到3元来。不过还好近的，1村到揽月阁，就是这点距离，几百米。哦，变成小沙弥了，乖了，回家了啊！回家。8点钟出去的，现在12点钟走了。弟弟，现在是18个月，1岁半，再有18个月就要上幼儿园小班了，然后中班、大班，上小学，就又是一个轮回。所以人生真的很快，一眨眼的事。希望大家珍惜当下每一天。嗨，个朋友们，这张视频就带给大家，再会。